內嗱，尾三掟大外檔啊，拼搏包咗落俾有形勇士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就係呢隻添喜雲啊！咁啊，線路萬里，沿住個中檔追緊啊，後多層中檔橙衫追嘅馬呢，有全神貫注，出邊嘉應威風上緊嚟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美神來，外邊係有形勇士，最後百零米，嘉應威風喺外邊冚咗上嚟啊，埋邊啊添喜雲進佔第3位，仲有美神來，接近終點啦，嘉應呢隻係嘉應威風贏啊，跑第2名係添喜雲啊，第3名係美神來，第4名呢埋邊線路萬里嘅機會係似乎高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威風咁啊跑嚟贏馬添喎，外邊冚上嚟，跑第2名係添喜雲，美神來第3，第4名線路萬里啊！蔡約翰喺度起碼添啊，楊明倫啊，嘉應威風爆過32倍嘅冷門，添喜雲呢就跑第2，美神來第3，大熱門線路萬里保住個第4。美神來其實臨尾都顯著起飛嘅。好啦，恭喜晒啦！